咱看第2位的献诗，献诗47首，献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咱来团练这首。 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命我要永远遵从。主耶和华之光之大，刚觉得恩惠满。 第2章，期待面对你的路，你的观念是可传播。我要受你奇妙所做，尊贵严格为仰。 第4站，你有恩惠，高有怜悯，无快想起主爱无尽，是阮民一切受罪，愿心感谢，愿罪。 看第3位的献诗，第3位的献诗245首，献诗245首，我前哪样失迷？献诗245首，我前哪样失迷？我前哪样失迷？叫我难三起誓，无这会声我无爱听，无爱对伊去行。我前哪个风中，无爱行去街中。 你别想我无爱听，爱你是过去行第2站，无这找样你，白夜找伊行你，经过这清气旷野，爱你找我伫遐。 将我来救我，不免失
今日的上言较无共吼，是献诗52首，咱即摆来嘛串联一遍。献诗52首，延根归你献俾上帝。延根归你献俾上帝，延根归献敬上帝，延根归你献是上帝，延根归三位一体，延根上帝，延根主到慢慢。第3站，延根欧罗噶慢慢你将提赛者，因是我管延根不定不强，欧罗就莫有丢丢，延根上帝，让我们红到满身。好，请咱准备心来今日礼拜。各位兄姐平安，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
天界大灵的正经字啊，就将上主应有的荣光关灵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咱来吟圣诗101首，圣诗101首，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有缘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请坐。这是咱的启用文第7，启用文第7，伫圣诗的后壁面，嘛是4篇24篇，显着咱来交托。对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一水画像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误负假。这个人未得到耶和华祝福。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快乐、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咱搁来吟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我的爸爸至圣的上帝，愿恳求你用你的阳光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来敬拜。互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求你赏赐恩典，
互囡仔谦卑，搁心内送向的人，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我靠你得到帮赞。听阮的主，阮来到你面前，承认阮家己的罪过。阮知阮是软弱的，阮有显明的罪，有隐密的罪。阮嘛犯着自我掠准家己做对的罪。阮嘛有无冷无烧的罪。主啊，求你帮助看顾阮，诚做你的囝儿，互阮有这个热心，为着主你的福音来跑走甲拍拼。恳求上帝，你帮助看顾，互阮会当看清楚阮家己的罪，不管这个罪是明显的，也是隐密的，拢求主你互阮有智慧，会当来看见阮家己的罪。阮搁较要恳求上帝，你赦免阮的罪，互阮会当无瑕疵徛伫你面前，坐伫你面前。恳求上帝，你帮助看顾，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互阮诚做一个清气的人，搁互阮有清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随望这个时阵，阮坐伫礼拜堂的内面，或者是阮伫参加礼拜，总是互阮的心无受到这个世俗的搅扰，互阮安静阮的心伫上帝你面前，独独向主来行。听阮的宝贝，阮感谢你，你这么大的恩典，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这是阮的特权，总是互阮搁会当明白甲了解。伫过活节期过来时，互阮来想想主耶稣为着阮受苦的意义。主耶稣为着阮钉死伫十字架顶，伊进入耶路撒冷城，总是这个过程是遮尔的艰苦。伊愿意为着阮世间人的罪来受这个苦，互阮伫过活这个时，搁再一摆来孝想上帝的恩典，互我会当了解主耶稣你对着阮的恩典是遮尔大，互阮嘛会当明白，阮来奉献阮家己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只是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光照阮，互阮会当明白今仔日信荣老师所要甲我讲的。互伊有智慧、有气力，互伊所讲的信息，诚做阮众人的帮助。主耶稣，阮感谢你，阮恭敬交托，安尼感谢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是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约翰福音12章第9节到第16节。我来读哈，有两个版本，我先读和合本哈。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于是众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信了耶稣。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和撒那，上以色列的王，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找到了一匹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西安的儿女啊，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他骑在驴驹上。”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第二个版本是台语的汉字本，我来读。有一大群犹太人听到耶稣伫伯大尼就去遐，因若为了要看耶稣，嘛想要看耶稣，互伊对死过活迄个拉撒路，所以这祭司长计谋连拉撒路也要甲抬。因为有真侪犹太人为着拉撒路的缘故离开因去信耶稣。隔日来过节的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举张手机出去迎旨，话讲：“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王的应该受称赞。”耶稣看到一只驴仔，就牵来骑，照有圣经所记载，锡安的妇人人啊，毋免惊看。恁的王骑驴仔得来啦！
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这项代志。毋过耶稣得到荣光的时，因才想到圣经所记载这项代志是咧指耶稣，代志嘛照安尼发生伫伊身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只是咱要请主日路来学老，因今仔日要学老是彼此相爱以及圣诗317首。好，这时咱要请新荣老师来正道。今仔日要正道的题目是《应邀进前》。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9月节正正的中秋节，中秋主日嘛是主耶稣阳光日升的一个主日。阳光日升。当一个时阵，就是伊要受难的开始。虽然耶稣知影伊头前的路无好行，但是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伫即个过程中，有真侪伫咱人看来是无明的选择，但是耶稣是要安怎来选择？安怎来行即条路？我相信，伫每一位兄弟，每一工伫做工课，也是伫过生活的中间，嘛有拄过亲像即种无明，但是要继续向前行的状况。其实我嘛有即种的经验。伫我读生涯医正前，我是伫社会福利机构做社工的督导，就是社工督导。迄时我带领的团队原来是非常的团结，得到迄顶面的肯定，嘛有得到政府的保养，互阮真侪迄即摆讲是好棒棒安尼。但是后来阮的机构有一个新的方向，顶面希望阮所辅导的弱势家庭会当来创业，要来创业。即个时阵。我的社工认为讲，伫花莲、台东
一般人要创业就真困难啊，而且阁要报导这弱势家庭来创业，阁较困难。因可能所需要的是找头路，但是因甲我反映，我讲我已经反映过啊，无法度。这是顶面的意思，就是行看卖。行过2年，阮幼员无法度完成顶面的目标。这个时阵，我的主管甲我讲，新荣啊，我甲你讲哦。即个恁的团队拢无法度得到即个目标，7个人拢哩哩啦啦，啊，即个无顺服擦念的2个，你着甲因咧考级拍无一级，互因知影讲家己鼻仔蒙蒙的，家己离开。我陷入伫2难的中间，我会当感觉我变甲一个人，感觉一个偷向的个。感觉一个歹人，但是另外一边，我的主管感觉我领导无方，无够有魄力。啊，迄时我对我感觉，原来我对我感觉是足有自信的一个人，变甲足无奈的。连每一工伫读圣经、伫灵修的时阵，我嘛若是读着讲主的恩典有够业，即种的经文，我读着的是毋是足有气力？我读到的是讲，主啊，哪会阁是即种经文？是我今仔日阁要拄着啥款阁大阁困难的状况，所以你爱甲我先注射，甲我先拍预防针。即摆着用即摆的话语，就是先拍预防针，才会互我有迄个气力来预备心。但是我真正有时阵，我真正感受袂到你的恩典是伫倒位啊？为何上帝爱互阮拄着即款的状况？互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拢会拄着即种无明，但是阁要选择的状况。透过今仔日的圣经，阮会当来找答案。咱先来拍开约翰福音11章的头前，就是第1节到44节，迄是拉撒勒第4甲9月。拉撒勒是一个犹太人，伊的死甲9月就正当时正大的震动，互真侪犹太教的信徒来跟对耶稣，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因期盼的救主。但是反对耶稣的祭司头甲法利赛人，因毋是食菜的。伫11章45节到57节，搁有12章第9节到11节，因发现着因家己的信徒，伊的羊群拢互耶稣带走，而且因认为讲，若是搁互耶稣来传道，人拢甲伊拢对着伊去，伊就亲像一个地下的君王。地下的君王伫迄个时代，毋是讲耍笑的。咱知影讲，伫罗马政府的时阵，因伫这市民即个耶路撒冷的时代，百姓若是伫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安尼组织游行，会引起着罗马政府的注意。这注意会引来灭城的杀生之祸。所以祭司头甲法利赛人，若要抬耶稣。因想讲，抬耶稣阁无够，这拿撒勒有真侪人拢看到伊死国外，所以嘛要甲这国外的拿撒勒嘛抬死，抬互伊死，互百姓无法度阁听拿撒勒的见证，嘛无法度听耶稣的讲道。耶稣明明知影因的计划，但是伊无离开，伊无闪边。反倒伊亲像一个自投罗网的兔仔，公开日声，选择顺服上帝的心意。伊日声了后，伊听到百姓大声喊呼：“和散那，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的王应该受称赞。”和散那原本的意思是：主啊，求你！求救哦！救命哦！
耶路撒冷的百姓会安尼活，是因为经过600年的流亡，互别国家统治，因感觉讲足苦的。因仰望讲，伫旧约圣经内面，迄个救赎主，就是迄个弥赛亚，会当入去耶路撒冷，互因带来政治，就是世受即个世间的拯救，互因脱离迄个罗马政府，互因恢复大灭王朝的荣光。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耶稣的时，因就开始用这诗篇123篇到118篇，这中间是伫搬过节所唱的祈祷的诗歌，透过一届搁一届的哈利路亚，一届搁一届愈来愈悬，愈来愈扬声，因仰望讲耶稣会当拯救因脱离迄个失眠的痛苦生活，因心中是确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伊伫画的时，可能开始感觉怪怪，因为因迄罗马政府因有看过因的王，若是二城拢是穿迄战甲，都是穿这个盔甲。拢是骑着迄国悬国大的大只马，迄人拢是头额悬悬，边仔阁有一大群的迄军队甲伊保护。但是因看到耶稣，耶稣是啥款？耶稣入来的时，伊是骑着一个女仔囝，伊穿的衫是共大家共款的普通的衫。伊身边的门徒无一个夜刀仔，嘛无一个穿战甲。若是用今日的话语，咱大家啥亲像讲，若是伫选举选总统候选人的头前一面，咱人徛伫路边，徛甲满满来欢迎家己所支持的迄个总统候选人。但是伊来的时阵，毋是徛伫计步顶面，嘛无带着迄保镖，伊无穿迄防弹背心，伊是骑一个囡仔伫骑的沙冷的脚踏车骑出来。咱若是看到安尼的状况，咱会安尼想，会想讲，即个统治者，即个阮的仰望，哪会是一个即种的款式？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因看到即个状况的时，其实这已经记载伫旧约的撒迦利亚书9章9节，伫迄内面已经讲过啊。是咱的西安的妇人人啊，毋免惊，看你的王已经骑驴仔囝来啊。这为虾米讲妇人人？毋是讲。只有妇人人爱听，是伫旧约的圣经内面，耶稣甲这人民的关系，就亲像迄代时阵对翁仔某的关系。所以，毋管你是查某还是查某，也迄圣经内面称呼因拢是讲妇人人，意思是讲上帝疼痛伊的妇人人，伊疼痛伊的子民。所以，你只爱是伫耶路撒冷城。伫即个西安城内面的每一个人，你拢毋免惊，恁的王已经骑驴仔囝来啊！你看到即个驴仔囝，你就爱知影，伊就是咱的王。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即个王到底是世上的王，还是天顶的王？因无法度去想，啥物是天顶的王，因为因无看过，因为伫因的时代还未看到耶稣的死国活，所以因有看，但是看袂清，亲像因的目睭互伊扎掉，因的而且不只是百姓看无。咱若是读上尾今日的经文上尾1节，会看到耶稣的门徒嘛袂了解即个代志。直到耶稣得到荣光的时，因才想到讲圣经记载的代志是指着耶稣。这得到荣光，就是
就是讲耶稣死搁活的时阵，迄搁活的性命，搁活的伊会当徛伫上帝的大边，就是迄个阳光。迄是到迄个时阵，因正了解，但是伊伫耶稣阳光入城的时，徛伫这细只的女仔囝的时，因则还未了解即项代志。甚至咱来看约翰福音18章39节到40节，因不止无了解，阮会当看到讲，因伫入城的时喊何沙那耶稣是救主的人，这同一群人。检采因可能等袂到耶稣入城了后有新业，有带领即个革命，因拢等无，因看到，所以因等无的，因无耐心，伊就讲发顶耶稣十字架，因为伊感觉到讲几工过啊，若是拢无听到耶稣要带领因，要拯救因的好消息，所以咱才发现讲这。喊何沙那，喊主啊救我，甲喊耶稣钉你十字架是同一群人。为什么？因看袂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赎主。是什么甲因的目睭砍掉？因为因甲旧约的弥赛亚看做是世间的王，因毋知影是天顶的王。咱来看约翰福音11章50节，计时头，该亚花伫开会时，甲因讲，互一个人替众人死，才会当免除全民族的灭亡。安尼对恁是较好。互一个人替众人死，才袂互全民族来灭亡。安尼对恁较好。即句话有两层的意思。该亚花伫讲的是，可能伊嘛无完全理解。表面上，伫这时头伫讲的是，伊会想讲，甲耶稣杀死，互百姓袂当阁继续军队伊。安尼对罗马政府来讲，伊会甲伊称赞，讲伊好棒棒，会继续互因做计时头，有去权柄，而且有迄地位，会当稳达达。坐伫即个积分顶面，但是互一个人替众人死，才会免互全民族灭亡。对，安尼对恁是较好。即句话有一个隐藏的意思，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可能是计时头，就是讲，可能计时头伫讲的是，因拢毋知影。因为这是表达讲，上帝爱互耶稣，毋是世上的王，伊是天顶的主。伊要对天降落，为着要拯救咱的灵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耶稣入城耶路撒冷，耶稣伫看伊的子民的时，伊是用一个怜悯的眼光。伊知影讲，伊的目标是足清楚。伊知影这是无容易的道路，但是伊嘛知影，这个道路的上尾是一个阳光的道路。但是，这每一个人，包括伊的门徒，因若是毋是上帝的怜悯，毋是上帝的拍开因的目睭，每一个人就亲像这计时头共款，看是看袂明白。咱其实已经当耶稣升起十字架的时阵，就是进前去十字架的进前，耶稣有来提醒伊的门徒讲：恁若疼惜家己的性命的，就会丧失性命。伫即个世间，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的，会保全你的性命，直到永远。对这时头甲法利赛人来讲，因疼惜家己的性命，所以爱丧失得救的机会。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因互耶稣拍开因的目睭，而且因愿意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就是伫耶稣去各他，
派迄个伊的十字架去各个他的时阵，有4位妇人，因所回应的是一条甲耶稣同派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咱来拍开约翰福音19章25节，约翰福音19章25节，会看到所有的查甫的拢走了，选甲找无人。但是只有耶稣的老母、伊的阿姨，搁有格罗巴的玛利亚，搁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因4个人拢徛伫耶稣的十字架边啊。检采因可能无法度完全明白这十字架国外的道理，但是因无惊互人起笑。虽然迄个时阵的妇人是互迄个时代的人拢看袂起，尤其这的查甫的拢会当法医，尤其迄个军队迄个兵那个阿兵哥都可以甲伊赶走，但是因就是愿意讲选择回应耶稣，因就直直跟对耶稣的脚步，对耶稣上十字架死埋葬国活。这一路因着甲耶稣牵条条，虽然军队伊的过程中有苦难，但是只要有主，因着得到把助。因愿意去杀家己的性命，为着保全迄永远的性命。毋知大家阁记得头前我所分享的，我的主管爱我甲同工的分数拍无积极。互因家己来离开。迄个时阵有足长的时间，我伫每一工的灵修中间拢祈祷。我承认，我对主讲：主啊，我真正无认捌你的心意，我无法度了解你的话语，甲我即马的生活有啥关系？但是我相信讲，你会拍开我的心门。只有你拍开我的心门，只有我伫默想你的容貌、你的荣光的时候，我才会当来认捌你的话语，才会当改变我家己。我靠我家己真正无法度。有一天，我2个同工找来，我甲伊讲，我承认伫华联台东，要互弱势家庭创业是真困难。我知影进前大家有做真侪的努力，但是咱机构的政策就是要安尼来做。我即马甲迄较大的一个目标，甲伊拆做是真侪较细的目标。阮用3个月的时间同齐来拼看卖，而且阮来记录即个完全的过程，总是上尾咱做袂起来。嘛是会当甲即个困难的所在摕互阮的顶面，互因做一个政策未来的政策的参考。若是阮无法度做到即个目标，顶时爱我将恁的苦节拍无积极，我嘛会遵照伊的命令来执行。但是恁放心，我家己嘛会死头路来负责任。后来，阮3个人拢离开即个机构。离开半年以后，有一位当时离开的同工转来找我食饭。伊感觉伊虽然毋是基督徒，但是伊感觉我真特别。伫面对无法无合理的要求的时，毋是对顶面抗争，嘛毋是出卖下死来保全我家己的工课。伊讲我是选择陪伴因，伫看袂到应望的时，犹原无放弃。我甲伊讲，我毋是看毋到应望，若是看到耶稣国外的应望，是耶稣用伊的话语带领我有勇气陪恁做上尾的努力。这是我甲耶稣学的。伊就是耶稣家己，嘛是看到上帝予伊国外的应望，所以伊勇敢面对这十字架的苦难。
耶稣清楚甲阮讲：我的世界无属即个世界，要跟对我的人，爱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耶稣的十字架对阮来看，对咱来看是一个正当、真无法度歹的十字架。尤其是伫阮若是拄着伫军队伊的时阵，拄着别人的无了解、误会。但是咱知影讲，即个国外的愿望，伊已经国外，所以伊会甲阮同派即个十字架，才派去。伫耶稣伫约翰福音16章20节，伊已经提早甲门徒讲，伊讲我上十字架的时阵，恁会啼哭哀伤，毋讲世间人会欢喜，恁会忧愁，毋讲恁的忧愁会变甲欢喜，忧愁会变做欢喜，这是一个奥妙。伊是讲十字架的苦难是耶稣伫荣耀的开始，伊要去十字架，就是荣耀的开始。因为伊要甲阮对伊的人讲，这世上的苦难是咱所经历的荣耀的开始，要来互咱会当预备基督耶稣，伊要过来，伊要互阮迄个永远的愿望。所以伫今日的中秋的主日，就是要互每一个甲伊同派十字架的人讲，这是一个国外荣耀的开始。国外荣耀的开始，是伫阮每一个面对每一天，无论生活是大风还是大影，阮拢有一个确定讲，伫即个黑暗顶面。有迄个阳光，日头油膏遍照伫咱的身躯顶，咱同齐来祈祷。慈悲是阮的主，感谢你透过今日阳光日盛的经文，提醒阮主啊。你已经离去你的阳光，你已经，但是伫即个地上，伫地上顶面，阮每一个跟对你的人，伫阮的身躯、阮的生活中间，有真侪的时阵，阮无法度看到迄个愿望。会当看到是一个恩典，是因为你的怜悯，请你怜悯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看到的，毋是地上的阳光，是天顶的阳光。请你来拍开阮的目睭，嘛，互阮有勇气会当来回应你的恩典。感谢主，阿罗主。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245首，圣诗245首，我情哪样失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请王娟慧执事、薛文哲执事来书献。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
请坐。报告的大声，咱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咱当中的兄弟吼。叶建宏叶弟兄在吗？好，我们欢迎哈。是丽淑姐介绍的。好，欢迎哈，欢迎。好，叶弟兄还没有信主了哈，所以咱看到明仔吼，礼拜说他跟叶弟兄来多一些交易哈。好，谢谢。过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哈，感谢神学生潘信荣老师来分享信息哈。咱看见吼，一个传道人吼，伫培养的过程是无简单的啦吼。所以咱看见迄是拢爱真大的学习吼。所以咱是毋是甲鼓励一下好无？无简单啦吼。即礼拜咱进入受难周吼，3月29到4月7，就是明仔载开始吼，拜一到拜四，每一天暗时8点吼到9点。咱有即个受难周的祈祷会吼，咱周间的即个聚会暂停，请兄弟吼同齐来参加即个祈祷会，来经历主耶稣伊所经历所行的苦路。过来就是咱今仔日礼拜四吼，即个成人主日学大卫包生谈新约了后吼，结束了，要召开奖学金的委员会、中执会甲小会吼。所以，请咱奖学金的委员、中执毕办心来参加。第3点，4月7日，就是过来即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伫世界教会要举行南阳区基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第4点，就是下一个主日国外节，有几项的礼拜咱们会讲。然后过来就是咱后一个主日开始请兄弟特别注意礼拜的时间提早半点钟提早半点钟是9点半开始所以唔通记唔着你若10点来你可能会惊一个奇怪，安尼今仔日这好早安尼啦毋是提早半点钟9点半开始好，后礼拜开始咱主日的礼拜拢提早半点钟9点半开始。下一个主日咱有2个礼拜，一个是早起6点有国外一个朝阳礼拜，过来是早起9点半国外一个赞美礼拜咱这个赞美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庄淑华姊妹伊要洗礼然后咱赞美礼拜煞要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第5点就是成人主日学开课这个时间2个啦一个是牧师的这个研读本的查经研读本的查经，伫昨昏就已经开始连续6礼拜连续6礼拜6届拢伫拜六早时9点20到11点半2点钟过来第2个就是李长老开课的这个信仰的查经课程伫过来下一个主日下一个主日要开始上课是伫下晡时3点用心眼光的查经来做咱的这个研读顶礼拜有说明过过来就是咱今年度拄咱设教60周年咱有要买这个公用的圣诗咱即届买的是新圣诗新圣诗，所以咱兄弟若因为教会要买咱若家己有要买要同齐买，通登记伫外口遐有通登记的所在登记到今仔日啦登记到今仔日过来就第7点咱60周年的特刊
这顶一段时间啊吼，啊大家若有感动吼，会记你转去的时阵吼，笔摕起来吼，也是电脑拍开吼，开始甲写起来，好无？你的心得甲写起来，吼啊交恩心啊吼，交恩心，好无？吼再麻烦大家吼。啊，过来咱看肢体消息的部分吼，具体的消息吼。第一点就是即个中会即个职场式公布吼，有3场的即个名人讲座吼。啊，咱兄弟家己时间家己来看吼，咱若方便的时阵通来参加啦吼。过来第2点就是4月初10到11吼，伫台北的仁爱教会有一个志工的培训吼，这嘛已经停2-3礼拜吼，啊，咱若有需要的兄弟，咱家己来报名。啊，第3点是全国的中级联谊大会吼，啊，咱有要去参加的中级吼，家己来注意吼，啊，报名是一个人400块。第4点即个较重要吼，就是5月初8伫咱教会吼，拜六的早起10点到9点到12点吼，12点20，教育总会教育委员会吼来咱遮举办即个主日学教材研习会吼，啊，咱请主席的老师通踊跃来参加吼，费用是一个人300块，啊，因为这是属于咱即个教育的培训吼，所以参加的人主日学全额补助吼。过来台岛的事项，请咱兄弟来看母会函吼，啊，咱伫平常时啊查经祈祷的时阵，通为着咱的兄弟来台岛吼。啊，过来是咱即个顶洲聚会出席的部分吼，咱家己来过目。过来是后一个礼拜吼，咱的事项吼，咱轮一个兄弟，咱比白心。上尾是即个过节的报告吼，请咱兄弟来过目。若是有写了毋对的所在吼，再找干事来做更正。啊，上尾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吼，今仔日的金句金句。啊，我来咱做伙读好啦吼，安尼较有印象吼。我们先念和合本的修订本吼，来预备起。西安的儿女啊，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他骑在驴驹上。过来咱读台语吼。锡安的妇人人啊，毋免惊，看，恁的王骑驴仔得来啦。好，上落尾咱来吟上行52首，上行52首，吼，52首，阳光归伫爸上帝，吼。上说咱请咱牧师来祝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祝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祝你欢喜进入伫即个世间，过来承担阮众人的罪，祝你安尼直直来安尼对加利利一直到安尼进入伫耶路撒冷，祝你无偏左，你有无偏右，
愿主你欢喜顺探你爸上帝的旨意，就要来成就迄个伫安尼后面迄个更较大的荣光。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咧顺探你的心意的中间，主阮会通看见伫咧迄个后面迄个更较大的荣光，互阮欢喜来顺探主你，来得到迄个荣光，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即个世间侪而且诱惑试探的时阵，阮会通欢喜来安尼顺探主你的心意，毋是顺探即个世间的心意。互阮会通行伫即个世间的时阵，得到主你的欢喜，也得到主你的施恩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诚。好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免。请坐。